继续健康的话题，要来关心这阵啊，因为防疫，真侪人拢较接洗手。若是用干洗手或者是酒精，爱特别注意。若是用一个伤过接，可能会引起到湿疹、皮肤炎。像讲台南基美病院最近因为湿疹的患者来互医生看的人，加差不多2成。医生特别呼吁讲，上好若有水就用水来洗手，安尼较无代志。就是夹在一起，然后就可以洗到指缝之间的一些平常比较没有注意到的地方。武汉肺炎的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洗手正做防疫的一个真重要的工课。不过，少有人用酒精打洗手，用甲变做富贵手。包括医护人员在内，真侪人拢会用酒精来消毒。不过，伤过接消毒，颠倒互手出现湿疹。结果，病院这阵啊，手出现湿疹的人就加2成。为求方便性啊，开始用一些酒精性的干洗手。那其实我们一般的干洗手，其实它刺激性还是蛮大的。因为酒精会刺激皮肤，喷伫手顶面了后，手会变甲较干燥，伤过接喷会伤害皮肤的表面，尾啊变做富贵手。防疫的关头，其实我们还是要建议民众，还是一样要用一个洗手乳或者是一些肥皂皂类的来做一个清洁。虽然说还是会对皮肤造成一些伤害，但是我们可以用后续的一个保湿的一个乳液、一些护手霜来做一个保养。其实，若医护人员包括美发业、甲刀子师，手嘛拢较会出现湿疹。医生嘛提醒讲，若是有水，就尽量用水来洗手，做好保湿的工课，避免因为洗手防疫，尾啊煞变做湿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